至圣的上帝伫你所祝福的日，就是主耶稣搁活的圣主日。你的囝儿甲查某囝带着感恩、甲敬畏的心来进入你的圣殿，阮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恳求出你的圣神降临伫每一个呼叫你圣名、你的囝儿、你的查某囝，愿你的圣神充满伫因的内心，祝福你的圣神伫阮的心中做主，阮无再孤单，阮无再六神无主。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每一个，特别伫心中间需要上帝你同在的你的囝儿、查某囝，祝福因今仔日的礼拜，甲上帝你的话，伊的心就得到坚固，得到安慰。主啊，将你的教会的门来拍开，恳求上帝你也有愿拍开天顶稳定的门，互每一个属于你的囝儿、查某囝，无论是进入这个圣殿，或者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学乐敬拜，所有每一个参与的人，拢对你来领受，你对天地来的祝福。主啊，将今仔日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无论是诗会，无论是诗琴，无论是圣歌队，无论是今仔日所有带到阮的中级同工，愿主你的圣神甲因萨甲伫地，互阮带着上帝你的圣神的开力甲权柄。阮伫侍奉的过程顶，愿互阮的兄弟姊妹来受祝福。主啊，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神家己做工，互需要的人对你所领受的，就是因伫生命中间及时的帮助。主你甲阮陪伴，主你甲阮祝福。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位兄弟姊妹大平安，大牛早。啊，你身躯边的人讲真欢喜看到你。今仔日是受祝福的日子，咱拢是一个有福分的人。因你清早时就来到圣殿敬拜咱的阿爸天父，咱做伙来吟，我要全心赞美，全心赞美，全心赞美。因为咱有一个阿爸天父，咱有一个听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的天父，亲生唤我回家，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回家》。给我一个永恒的
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回家，回家。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回家，回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的生命当中，不管你得时不得时的时阵，我拢知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去到迄个通水的家。主啊，我将我的一生拢仰望你。恳求主你亲自信心来带领，互阮有忧伤的时阵，阮会向抬头仰望你；伫阮快乐的时阵，阮会向讹乐你。主啊，阮感谢你，阮将阮一生拢仰望你的手中，因为阮知，阮有一天会转去到你遐，甲阮的亲人相见面，三角来欢喜讹乐你。阮感谢讹乐你。阮献上阮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我要顺服，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到哪都动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唱：我要顺服。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是至宝，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
中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罪。我要顺服，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感谢主，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世界千万梦也听见。
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11首。上帝至悬，我爱称赞，请起你吟全首。请咱犹原听着，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听这，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17篇，诗篇84篇。启应文17篇，诗篇84篇。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以爱？我的心神全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仔为着家己找一个收，婴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收，就是伫你遐的祭坛遐，徛起伫你的厝的迄号人有福气。因要直直学了你，伊的力在伫你，因的心意按锡安的大路的，即个人有福气。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来因充满。伊哪行开来哪加天。逐人到锡安朝见上帝。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做阮的顶牌的上帝啊，你着看。看你，伫你的殿院，待一日较好1000日。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
较好踮伫歹人的布背。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顶牌。邀我手术恩惠甲阳光，伊袂捌留一项好物。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的人有福气。咱搁来吟圣诗398首，我来亲近耶稣，请咱一块吟全首。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赐下生命甲活气，互阮伫生活中常常经历你的慈爱甲信实。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你拢甲阮同在，引带阮行人生的路。亲爱的主，我嘛要承认家己常常软弱，言语、行为也是心思有无够诚实的所在。求你赦免阮一切的过失，也愿你的保护抓控阮，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经历圣灵的同在，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甲平安。我嘛渴望伫生活中会当常常心欢喜、心快乐，着心也安宁徛起。最近台湾天气嘛真变化真大，政治嘛吵吵闹闹，互台湾一寡人的心无平安。求主疼台湾人民台湾即块土地。
互住伫台湾即块土地的人有疼台湾的心，有健康的价值观。即时我嘛要求圣神甲阮同在，帮助阮用安静的心来到圣殿，伫主的话中，搁一摆得到圣神的帮助。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16篇8节到11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错。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的拄着朽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接续阁来看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性。各愿你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进道，拥抱健康的身心灵机制。亲爱的亲爱的姊妹，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伫阮人生中间有时，阮会拄着阮无能力他解决，阮的心也无法度排解的事。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伫即种的情境中间，你真做阮的帮助。总是阮嘛要恳求你，当阮还未拄着遮的事进前，你的圣神就帮助阮成长，成做一个勇壮、勇敢、壮大、健康的基督徒。主，你将一个勇敢、平安的身心灵放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主啊，特别伫那日阮进入这个礼拜堂的时，阮甲你恳求，求主你的圣神进入每一个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互阮的生命就得到主你的造就，互阮的心得到你圣神的充满。主你的话就真做活命的气力，真做阮的安慰。愿将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无论伫圣殿中，无论是伫网络顶悬，主愿你的圣神，互因敬拜你的时，因得到主你的充满。愿咱的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姊妹，伫咱人生中间，有时真正咱会拄着咱无法度排解，伫迄个瞬间，咱就亲像天乌一片。咱伫心内有真多的艰难，愿今仔即个金句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3节，诚做咱的鼓励，诚做咱的安慰，诚做咱的帮助。这段圣经保罗甲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祝福，这也诚做咱今仔日咱的祈祷内底的祈祷词。保罗安尼对伊所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兄弟姊妹，伊安尼讲。伊讲愿享受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成。兄弟姊妹，短短一句话，伫这个中间所讲的是什么？第一，咱的上帝是享受平安的上帝。现在今仔做礼拜爱甲记起来，咱的上帝是享受平安的上帝。你会记得咱的主耶稣捌甲伊的学生，伫伊死顶十字架了后的暗暝，讲我主耶稣甲因入来到厝里，甲因讲啥物？伊讲愿恁平安，我将我的平安留落互恁。这个平安毋是这世间的平安。亲爱兄弟姊妹，用这段圣经，放伫你的心内安尼祈祷讲，愿享受平安的上帝。伊搁一句话叫做亲自，这句话内底有3字足重要。第一，享受平安的上帝；第二，伊亲自。兄弟姊妹，你相信？当你还未祈祷的时，这个上帝已经亲自来到你的面前啊嘛！你愿意这个上帝伫你的一生大事小事顶悬，拢亲自做你的主吗？第三个真重要，伊讲全然成圣，全然。白话字解翻译叫做一真正成。这个字真正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上帝是一个面面俱到。伫圣经的解说，伊真正信望爱的网络顶悬，你甲点入去查这个全然，这个全然啊，这个一真正成，这个一真是什么意思？伊就解说互咱听，
伊讲这个上帝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上帝，何等奇妙，兄弟姊妹！咱的上帝伫咱大小事顶悬，甲咱面面俱到。伊讲什么？伊讲保守恁，互恁得到保守。兄弟姊妹，上帝的话有水无？上帝的话有宝贝无？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当我要不要祈祷的时，你早就用保罗替阮祈祷，你早就用圣神伫阮的内心来帮助阮祈祷。愿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咱每一个人拢得到勇敢壮大、健康的身心灵。阿免嘛，无惊头惊尾，无惊来惊去，无六神无主。所听的姊妹，人的一生中间有时会真落魄、失魂落魄、六神无主。六神无主是一个成语。是古早人甲咱讲的，就是讲，当咱拄着极大的压力的时阵，咱心头抓袂定，就亲像着风影中的大船，伫海内底摇来摇去，唔知要怎样。兄弟姊妹，可能其实唔是迄个人尔，逐个人拢捌伫人生中间六神无主、无依无靠，对无？也即你捌经历着即种的艰苦嘛？或者忽然火烧的时阵，恁安怎？惊甲唔知影。唔知人惊，连惊嘛唔知人惊，紧了救火哦，紧了拍火哦。但是后来才知影讲，哇！伫即种的情景的中间，迄种的惊吓忽然像乌云压搭，甲咱炸伫咱的身躯顶悬。亲爱的姊妹，当咱六神无主的时阵，有神为你做主，阿免吗？当你伫这个人生中间，你惊甲唔知要怎样。古早人甲咱讲即句成语，讲六神无主。你捌啉过四神汤无？六神无主这个字竟然是中医的话啦。伊咧讲起人的心啦、肝啦、脾啦、这个胆啦、腰子啦，兄弟姊妹，这自古早咧研究要安怎互人得到健康的这中医师，伊就讲起人的生命内底五脏六腑，拢甲健康有关系。后来道教就将这个五脏六腑，甲伊当作每一个人的腹内，拢有一个能力运行伫伊的内底。人若无这个运行的健康的气场，这个圣神的帮助，人就无再着健康。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所有亲爱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会记得一项。我永远无做迄种六神无主的基督徒，因为我的上帝亲自，将平安赏赐予我，伊要予我全人家性，伊要保守我的灵魂体。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伊讲，予我的灵魂体拢得到全然的保守。愿主的话就发出。每一个听伊的话，伊的囝儿查某囝，相信伊应允的人，拢得到这种全然的保守，伫面面俱到、凡事俱到的上帝。咱今仔做礼拜，咱真正有这种的意识，就讲原来牧师今仔甲我讲的，我的上帝就是赏赐平安的上帝。原来我的上帝是一个以马内利，无论伫什么时阵，伊拢甲我三甲地地，伊亲自，啊这。把这句话刻掉伫你的心内，大事小事，我的上帝拢亲自甲我三甲地地，伊全然保守我，直到世间的落尾，伊互我的身心灵拢勇健健康。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听咱祈祷，兄弟姊妹，伫你的心内若有感动，你免伸出手来回应牧师的讲道，你会当想象伫你的心内，你甲上帝祷告，主啊！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请你进入我的思想的内底，请你进入我的情绪的内底，伫我所有的五脏六腑，上帝你拢甲我三甲地地，你拢保守我。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是可以带着走的上帝。你问牧师讲这什么意思？或者你想这句什么意思？我的上帝是可以 carry on， 就是讲你去这个麦当劳讲我要买一个3号餐、4号餐、5号餐，那个就带着走。兄弟姊妹，咱的上帝不是遐尼苛刻啦，
咱凊彩就咱甲带做做，毋是，是咱的上帝欢喜，甲咱三甲地地伊马内利，伊要互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伊拢甲你三甲地地。兄弟，这就是咱的福气。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耶稣，我听到你所应允，你捌应允你的学生讲，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予你，毋免惊，毋通软弱，毋免惊，勇敢壮大。愿主耶稣将这个平安赏赐咱在座遐的姊妹。你要做一个有平安做主、有上帝甲你做主、有平安的权能踮伫你的内底的父母。当你的囡仔将来伊伫人生中间拄着大小事的时，当因心中惊吓甲你吐开的时阵，你有智慧通听到伊求救的声音。不要忽略你的囡仔伫你身边塞奶，也是讲提出讲爸爸妈妈，我足惊，兄弟姊妹，毋通轻忽因求救的声音，带因跪落伫上帝的面前讲：主啊！帮助我的囡仔，也即你敢知这种祈祷偌重要？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上帝将伊的平安放伫咱的。等下咱礼拜了，咱要唱这条圣诗461首，请兄这拢开嘴，好无？这条圣诗讲：因为我所信的是之水，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告急，伊要牵我手。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的前辈将因的祈祷写伫伊的祈祷书的内底，迄个祈祷书后来世世代代真侪人的帮助。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因为今仔日的礼拜只有短短2节的圣经，实在是真重要。诗篇16篇，兄弟姊妹，诗篇23篇一定要背，诗篇16篇嘛一定要背起来。诗篇23篇是所有的人拢要背，特别是咱真爱伫困境的中间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伊甲我三甲地地，伊的腿、伊的管安慰我。兄弟姊妹，伊讲行过死荫的山谷，伊也甲我三甲地地。诗篇23篇，但是今仔诗篇16篇是，互大卫甲犹太人甲伊称做啥物？黄金的诗篇，亲像黄金遐尼宝贝。伊讲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徛起。甲今仔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伊讲，互你的身心灵，愿恁的神，愿恁的魂，愿恁的身躯，伫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得到完全的保守，免甲主耶稣过来，伫今仔日此时此刻到一生的落尾。愿主耶稣保守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咱的身心灵，将主的话背起来，因为每一句上帝应允的话，拢都有能力。你相信吗？花手祈祷，主啊，我的身心灵，做你甲我顾守，互我无食做一个熬惊吓的人。有的人真熬着惊对无？有的人遐暗时。发吼，吼要停，安尼心神不宁。阿公阿嬷就陪伊去宫里去庙里，就甲伊受惊。兄弟姊妹，基督徒毋免人受惊，基督徒若见人话手祈祷，这个享受平安的上帝就亲自甲你三甲地地，互恁全然一真得到保守。也这。你较无这种充满你人生圣性的亏难吗？感谢上帝，伫咱顶礼拜咱真恭敬做伙过圣神降临节，兄弟姊妹，咱的圣神毋是30年前伫咱德堂偶然出现的圣神，对无？咱的圣神是要永远甲咱三甲地地的圣神，恁相信吗？就算做有一日，我甲陈牧师。阮需要离开恁，甲恁告别。这个上帝嘛，永远甲恁三甲地地。兄弟姊妹，毋免惊无牧师，都爱惊无上帝。恁同意吗？毋免惊无牧师，都爱惊无上帝。你的人生中间亲自做你的主。
关天要上帝甲咱三个地地所听的兄弟姊妹，咱主要会当找到的是找伊，咱主要会当求的时求伊，因为天堂不是将来的事，天堂是对今仔日就开始。现在你相信吗？天堂不是将来要去的所在，天堂是当我认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的时候，这个上帝就甲我三个地地。所以今仔这两段的圣经，予咱三句话。第一句话，咱着倚靠，伊要亲自成做咱的倚靠。着倚靠恁的上帝，所听的姊妹，咱的上帝是予咱信靠的上帝。这是第一句话，我要甲咱讲。所以代表伫伊的诗篇的内底，伊安尼讲，伊讲我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敬奉这个字伫汉字，伊讲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心中。白话字该翻做敬奉，敬奉的意思就是恭敬，徛伫上帝的面前，敬奉是这个意思。但是伊真正原本的意思就是讲什么？我心中有主，我将我的上帝放伫我的心内，因为我的心就是礼拜堂，我的心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你捌听过耶稣安尼甲咱讲吗？伊讲圣神在你所在，圣神就踮伫你的心内，兄弟姊妹。所以。当咱讲上帝是可以带着走的圣灵，迄毋是一句粗俗的话，迄是一句真恭敬的话。无论我较远到什么所在，这个上帝拢甲我三甲地地。我要出门开车，我看寒冬路，我就先安静祈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所以今有真侪新闻拢讲，去70岁以上的人唔好开车。我连面都袂当开车咧。啊，这。咱的上帝是带着走的上帝。古伦生父76岁，还阁载我去坐火车啦。伫迄个高速公路，德国的高速公路是安那无限速的啦。我坐伫一个老阿公就是圣诞老公公76岁的古伦生父，咧开车，毋是讲足喘的啦，然后佫实在是速度非常紧，因为德国的开车是一个高速公路载你开。开甲饱，开甲满，因为相信你有能力开车，你就要照顾别人，也要照顾家己。所听的姊妹，咱的上帝伫你的正边，伫你行道路边，你相信吗？比迄个自动驾驶佫较厉害啊！所听的姊妹，若要讲这个故事，咱逐个人拢有一篇的故事。这个上帝是真的，伊真正是伫咱的正边。愿天要上帝。伊就是经历会到，会当信靠倚靠的上帝。第二，今仔日这段圣经中间第二句话，牧师要甲咱讲，上帝亲自，兄弟一定要记起来。爱马甲你的囡仔讲，上帝是当爸爸无伫你的身边的时候，伊嘛帮助你的上帝，因为伊是爸爸的上帝，伊嘛要做你的上帝。爱甲你的孙仔讲，上帝是阿公的上帝，上帝嘛要甲你三个地地，无论你伫什么所在，就算做阿公阿嬷离开你，上帝嘛永远要甲你三个地地。圣经讲全然保守，拄则牧师甲恁解说这个全然的意思，叫做面面俱到，巨细靡遗，就是大小事无一项啊啦，无注意到，咱也袂求，咱也袂讨。上帝圣神就亲自用讲袂出来的头盔替咱祈祷，你相信吗？亲爱的姊妹，唔通空空离开上帝。咱若信，咱就要领受；咱若信，咱就要得到；咱若信，咱就要伫咱的生活中间见证讲，我的上帝就是这种的上帝。圣经的故事要变做我的故事，我的故事要变做我的囡仔的故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请会记得，伊讲赐平安的上帝，白话字甲这个赐摕掉啦。但是和合本的圣经讲，愿是平安的上帝。白话字中间讲愿平安的上帝，意思上帝就是平安啦。所以伊免事，伊若伫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就平安。但是我亲爱这句话，嘛为着帮助咱会记得，咱的上帝是享受平安的上帝。也这。当你拄到六神无主的时，唔通着急；愈危险的代志，愈唔通着急。有无？古早人甲你讲急事看办，对无？看办，慢慢啊行，唔通急。愈是危急的时阵，人愈容易出代志。
愿天父上帝帮助，因为保罗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上帝亲自，兄弟一定要甲记起来。这个上帝不是伫礼拜堂的上帝，这个上帝不是牧师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咱大家的上帝。伊亲自甲你说，甲三甲地地，阿免吗？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不但知影这个道理，咱嘛享受这个道理。上帝，你为我一生负责任，面面俱到，阿免吗？我咱伫做面前，咱领受。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23节的后半句，伊讲：愿恁的神魂身躯，兄弟姊妹。这个所在主要就是咱咧讲的身心灵。圣经咧讲起人的存在有3种不一样的生命层次：身心灵。兄弟姊妹，有人讲伊就是情绪，有人讲伊就是欲望，有人讲伊就是思想。但是圣经讲，人的心、人的魂、人的肉体。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教会为着咱所发出的祈祷，讲道篇每一篇的讲道篇的主题，拢就是一个祈祷的主题。所以今仔日的主题就是，愿恁得到健康的身心灵，愿恁成做一个勇敢壮大、平安喜乐的基督徒。愿主甲恁三甲地地，愿逐项拢得到保守，互恁的生命得到完全。耶稣讲，恁着完全。亲像恁的天父上帝的完全一样。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不是鼓励一个人伫品格上叫做完美主义，安尼不是。伊所讲，互恁亲像天父上帝完全的意思，就是讲，上帝完全要成做恁的完全，不要因果颠倒。上帝完全，伊要成做咱的完全，不是咱有能力通完全，是因为。这个保守人完全的上帝，伊若甲我三甲地地，伊就互我得到完全。这你知影这种因果关系吗？兄弟姊妹，愿咱谦卑，摒空咱家己。圣经讲，耶稣谦卑屈给家己，摒空一切处罗卜的形象。咱要啉上帝恩典的杯，咱都要将你无好遐臭酸的物件倒掉。用一个完全的杯，空空清气来领受，甲上帝讲：填满伊，填满伊，填满伊。主的圣神充满我，填满我，生命的杯。兄弟姊妹爱会晓的祈祷，所以愿天父上帝第3句话就是讲，要互咱得到健康的身心灵机制。什么叫做身心灵机制？有真侪老师拢咧甲咱教，心理学家嘛是会讲，心理医生嘛是安尼，体育家嘛是安尼甲咱讲。伫你的心内有甚物种的情形，你爱注意，你就要养成一种的习惯，迄个叫做机制啦。就是讲，你有一种某种思想的机制的思想的习惯。大家有的人是，大概若出代志拢想着歹，开拢我毋对，大家拢想对号入座。但出代志。就家己想着，我是安怎含慢，我是安怎毋对，所以今仔日代志会安尼，拢是我。兄弟姊妹，健康的心灵机制是互咱知影何去何从，嘛互咱知影咱不需要对号入座。古伦生嘛有写一本类似这种的册，为什么都是我？兄弟姊妹，咱人真麻烦，但是若有上帝，都无麻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用圣经做咱的祈祷，讲：主啊，我的心、我的神、我的肉体，整个的肉体，愿天父上帝甲你三甲地地，我的心、我的神，这个我的神，这个字伫希伯来圣经的希伯来语有，有另外一翻译叫做“我的荣耀就快乐”。这个神甲咱咧讲的一般，通常咱咧讲的圣神，迄个神无共款。伊这个所在足特别的一个字，伊讲我的神就是讲我的想法啊，我的价值观。为什么我的荣耀会带给我快乐？意思就是讲，如果你的一生若做了有价值的事，你若想到你所做的事，你就感觉真光彩，真有价值。我此生此世没有什么遗憾。我会欢欢喜喜，因为我一生精彩到即卖，
我欢喜上天堂见我的天父上帝的面，我要甲伊报告讲：主啊，你伫我世间年纪中间，你怎样恩待我，互我活得这么精彩？兄弟姊妹，伊咧讲我的神的意思，就是讲我的价值观，我觉得有价值，我感觉对我一生中间有光彩的事。但是白话字圣经翻了，多一曲两面，就是我内底有一个圣神，这个圣神会改变我的思想，改变我的价值观念，也会互我心欢喜、心快乐，肉体安然徛起。所以兄弟姊妹，讲道无足深，但是讲道是为着要帮助基督徒，会当明白圣经的话，兄弟。逐摆咱亲近上帝，逐摆咱查经，逐摆咱家己灵修，咱就是仰望上帝的话，会当清清楚楚讲互咱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读有上帝的话，享受上帝的话，也活伫上帝的话内底基督徒。兄弟姊妹，圣经毋是做参考，圣经是互你照安尼去做的话。圣经毋是互你做参考，你若感觉有理，甲摕来用；你若感觉无理，甲等落垃圾桶。兄弟姊妹，人袂通改变任何一句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因为当一个人敬畏耶和华，代表讲我将上帝摆伫我的心内，伊就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伊就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伊要安怎？伊要互我的内面有满足的欢喜，有永远的快乐。哇！什么种的人生会当永远的快乐？什么种的人生会无所遗憾，有满足的欢喜呢？也即你安静谦卑跪落来问上帝，你家己问上帝，主啊，伫我一生里有什么种的安排？兄弟姊妹。就亲像囡仔，敢若会晓问爸爸妈妈嘛？兄弟姊妹，如果你的囡仔问你的问题，你若无答案，你手甲牵咧，也免假熬，伫遐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唔免。你甲伊讲，我们来祷告，好不好？甲你的囡仔讲，咱来祈祷，带你的囡仔安静跪落来祈祷。兄弟，我敢会当请教恁？伫你的厝内底，敢有一个所在是你跪咧祈祷的所在？咱敢捌真刻意？伫你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空间，是你专工为你的生命受祝福来设计，就是你会当跪落来祈祷的所在。有一摆读册时，我有一个老师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伫阮走到了后，伊招阮去伊的房间啉咖啡，足简单的一个房间。伫伊的身躯顶悬，我学一项代志，一间小小的房间，伊的宿舍，多一间房间尔，一个便所，一个房间，这一套卫浴的单身套房。但是伊甲伊的书架对壁边刷来头前，差不多留一公尺的宽度。伊刻意带阮去看伊跪落来祈祷的所在。伊讲，因为伊无一个伊个人专属的祈祷室，所以甲伊的书房、甲伊的书架头前留一个小小1公尺的所在，住伫伊的眠床甲这个书桌的边啊。伊伫迄个所在用一个小小的地毯，用一块棒啊，然后才能去拉掉。伊早暗跪伫迄个所在祈祷。我对伊的身躯学着这样代志。当咱孤单的时，其实咱的人生需要有一个专属的祷告的地方。也即无论你有安尼为你的家庭设备无，真侪家庭会办买卡拉 OK 的音响的设备。有的人伊伫个客厅会摆一个酒厨，摆伊所爱的即个好酒。兄弟姊妹，一个基督徒伫你的生命中间，敢有一个神圣的空间？兄弟姊妹，伫遮，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
互恁欢喜，举出你的双手讲：主，今仔日我有2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上帝，你伫我生命中间做主，你亲自做主，也这你愿意吗？你愿意出你的双手讲：上帝伫我一生中间，你为我做主。无论是我的学业，无论是我将来要读的、要做的道路，我要行的道路，我的职业，我的婚姻，我的将来，所有的事我往你举出双手。只有往上帝开嘴，无往人开嘴。人有一个困难，就是常常拢往人开嘴，无往上帝开嘴。求天父上帝帮咱每一个基督徒，对咱人生开始，咱所追求的帮助，咱所追求的智慧，咱所追求的感动。伫什么所在？做你伫我心中做主。亲爱的姊妹，愿这种的智慧、这个信心，进入你的生命中。这个信心，敢若大家伫地，你就有聪明、有智慧、有策略、有能力、有才华、有敬畏耶和华的灵。逐摆人牧师拢咧甲你复习，兄弟姊妹，因为这6项的祝福太宝贝。求天父上帝帮助，互你一生尊主最大。兄弟姊妹，下几日德登教会是一间神掌权的教会，伊毋是干那印伫咱的旧报，只有3、5句话。这是这30几年咱的教会感觉，这是咱的目标。伊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教会。迄个就是代表神掌权的教会。兄弟姊妹，愿咱知影。这间教会，上帝爱伊，诚做心中的教会。愿天父上帝甲恁三脚地地，伫你的心内，拄则牧师一开始，先对这个六神无主的感触讲起。心是什么？一般来讲，咱拢讲是一个情绪，一个第六感，一个直觉。第六感甲直觉可靠吗？也这，你感觉咧？有的人足准的，伊的直觉足准的，伊的第六感足准的。咱会袂准，所以咱就要去听迄个介准的人啊。兄弟姊妹，直觉跟第六感都不可靠，但是有一种可靠的可能，就是当圣神伫你的内面，你就有圣神同在，在圣灵里面祷告的直觉。犹大书1章20节，伊讲着爱伫圣神的内面祈祷。等咱伫圣神的内面祈祷，那种直觉才可靠，那不叫做第六感，那个叫做圣灵的感动。求天父上帝甲咱三脚地地，心是什么？心是你一生中间所有情绪、你的感动、你的意志、你的行动的总数，来管控总数啦。人就爱保守家己的心，因为人一生的效果。结果，拢是对心发出的无？这是真面的话，也这好好保守咱的心。愿天父上帝甲你三脚地地，伫圣神的内面祈祷，因为上帝是一个完全的上帝，上帝要互咱得到完全。耶稣所讲迄句话是这个意思，毋是咱有能力伫这个世间对一个罪人变做义人、义人，毋是。是因为耶稣的完全，上帝的完全，互咱主人义人改头换面，返璞归真，叫做新创造的人。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兄弟姊妹，把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额头三招有生命，古早人安尼讲，但是代表讲，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我将上帝摆伫我的生命中。互伊有空间，互伊有权柄，伊伫我的生命亲自做主。主啊，你说了算。伊伫我的正边，陪伴我到一生，到世间的落尾。你相信吗？愿主甲你三脚地地。相信的人，伸出你祈祷的手，甲主祷讲：主，我做袂来，但是我将我的心交互你。主，我无够个聪明智慧，但是我将我的心交互你。你的圣神若临到，我就有智慧；你的圣神若临到，我就有聪明；你的圣神若临到，我就有计划的能力、策略，甲办理的能力。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倒来到咱拄则开始咧讲的金句这句话。愿享受平安的上帝亲自互恁
全然一真正诚。兄弟，伫教恁背起来。若无即句话，爱不断听讲、听念。愿守守平安的上帝亲自伫我的生命中间，互我全然，互我面面俱到。我毋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但是我的上帝若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圣灵圣神。我慢慢就加做一个做代志真认真、面面俱到的基督徒。因为这个圣神是光。因为这个圣神是老师，伊会甲咱指导。愿天父上帝保守。伊讲，愿主耶稣基督拢互恁得到保守。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祈祷最后一定爱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对初代教会每一个使徒拢安尼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主的名，才有迄种的赏赐的快乐，甲应允。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愿主的圣神伫你的心内做主。兄弟姊妹，常常你家己单独的时阵，甚至你若感觉你心内感觉不安，你就家己看手，人袂感觉你奇怪，就是说人感觉你奇怪，你嘛唔免不要在意，比如讲，有当时你坐伫迄个捷运，有当时你坐伫火车顶，有当时当然你开车的时候，唔通家己划手安尼祈祷。你会记得，若是你咧开车的时候，你当用心讲主啊，我即摆是足焦躁呢，有车怒，你嘛听过这个字？以前讲佫无即种代志啦，是迄个人个性品格较容易受气，毋是讲人有种病啊。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保守咱。伊伫咱的心中做主，也伫你的家庭做主，也伫咱的教会做主，阿门吗？愿这个上帝伫你的心，伫你的家庭，伫咱的教会做主。愿主甲咱撒开伫地，伊讲全然就是这个字，全然意思翻译做面面俱到、事事俱到、凡事全备，伫人的生命中间，互人得到完全的这种的智慧。天父上帝帮助咱。伊将一个满足的欢喜，将一个永远的快乐来赏赐予咱大家。第二个祈祷，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甲主祷告，主赏赐我健康的身心灵。你免换足个所在，你只要换这个所在，代表三位一体，我的身心灵。当然牧师我甲恁讲一种的祈祷叫做。心就是人的情绪的所在，腹部就是代表人的欲望。我哪巴肚枵，我就是事。所以古早的灵修咧过去，换巴肚的祈祷就是安那，为着你的欲望祈祷，不是你喜欢都凡事都可以。爱真侪一个有节制的人。第三，咱的想法真搞怪，有当时咱的想法真下圣经的话，但是有当时咱的想法无下圣经的话。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拄到你身边的朋友有这种的情形，伊感觉有这种的幻觉、幻听，心中有真多无好的想法，兄弟姊妹，你会当请伊为伊祈祷。主啊，我真无爱这种的想法，伫我的内底有真多的混乱的想法。抱着你的太阳穴，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搅扰。悄悄离开，兄弟姊妹，咱的祈祷会使安尼祈祷，咱的祈祷会使安尼祈祷，这叫做祷告的仪式。教会2000年来拢有这个仪式，但是有的教会无，是因为有的教会他们不懂得仪式的神圣，所以有的教会无安尼咧鼓励兄弟姊妹祷告。其实祷告的仪式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祷告词，等你话你家里也免开嘴，主就知，对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像这对代表的话得到帮助，我的心敬奉耶和华。兄弟姊妹，我甲我的厝，基叫什么人讲的？约书亚。无论恁感觉拜什么种的神明好。
迄是恁的选择。但是我甲我的厝，决断要服侍耶和华。我心敬畏耶和华，愿天父上帝帮助恁的人生、恁的家族。伸出双手，甲主祷告：主，我将我的一生、将我的心性交伫你的手中。主，互我成做一个身心灵健康的基督徒。愿主听你的祈祷，赏赐你健康的生命，到你一生的落尾。所听的姊妹，愿主的圣神，毋是单在圣灵降临节，每一时刻，你呼叫圣神的时阵，圣神就伫这个所在。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圣神，愿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亲爱的圣神，愿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你进入阮的厝，进入阮的教会，进入阮的生命中。主，你今仔日礼拜的时，愿你的圣神伫阮不知不觉的中间，已经运行，已经充满。已经同在，你亲自同在，互阮一真全然成圣。主啊，阮将阮的生命交托你，阮要享受你甲阮同在迄种的满足欢喜甲永远福气。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应答上帝的听，咱来吟圣诗第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请去你吟全首。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看我手，先使我归主的名，伊要看我手。
来奉献。亲爱的姊妹，咱来行平安礼，咱用这条诗歌，咱做伙来祝福上祝福，咱愿主耶稣会听甲咱三个弟弟。主耶稣，你的听是阮的安慰，阮的快乐。你伫什么所在？愿主耶稣基督会听，甲你三个弟弟，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是一个无所不在、永远的真神。你是阮的天父，你是阮的上帝。无论阮伫什么所在，你的慈爱，你的疼痛、长阔、关心，甲阮三个弟弟。阮特别伫礼拜中少年离开阮的张志龙兄弟，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安慰伊所有的亲人。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接纳伊的灵魂，你抱伊伫你的行程。主就亲像阮今仔日伫敬拜赞美的时，阮所吟的诗歌。回家，主，阮不但倒来到圣殿，是你属灵的家庭。有一日，阮嘛要到伫天堂。上帝，你所甲阮备办天顶的租家。主，无论是生，无论是死，
愿拢永远属于耶稣基督。愿主耶稣基督会听安慰这个家庭。主嘛为着阮中间有人破病欠安，心神有搅扰。主你就是亲自保守的上帝，你进入因的生命，进入今仔日圣经讲，你是赐平安的上帝，你亲自互人一尽得到完全的保守。愿用你的圣名，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互相祝福。主耶稣所带来的就是上帝你天然甲阮陪伴，迄种疼的恩赦。愿主你甲阮撒甲伫地，也当阮安尼吟诗的时，愿主你的听运行伫阮中间。若有心内有重担劳苦的人，主你的听透帮阮，主你互阮的生命得开展。至圣的天父上帝，愿这间教会门常常是为着需要救恩、需要福音的人来拍开。主啊，愿每一个来到你的圣殿寻求你的阮的兄弟姊妹，甚至阮无熟悉的朋友，恳求天父上帝你丰盛的主爱，就互因的生命得到充满。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甲阮三甲伫地，愿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好无？来，甲咱身边的耶稣听你。愿主会听甲咱三甲伫地，咱真欢喜杨弟兄甲伊的查某囝吼甲咱做伙做礼拜，咱嘛真欢喜张丰尧兄弟吼，伊真正是咱教会已经家己的即个大家庭的一份子啊吼。愿天父上帝，咱做礼拜上个就是应该就是张兄弟吼，咱真欢喜一段时间咱就看到伊出现伫咱中间，做听真奇妙。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祈祷，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好无？即礼拜生日介绍福星兄有来无？品瑞，来品瑞，请你来头前吼。耶稣爱你，咱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每一摆阮生日的时，阮拢真注意伫主你的圣殿来追求主你，因为你是阮一切福气的源头。阮伫你面前将品瑞，也将所有生日的遮兄弟福星兄已经阁有就是爽汉正义阮恳求天父上帝照顾将长老的妹妹。中原学庆长老娘，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互因伫生日的时，毋是干那听到一句阮常常互相祝福的一句请安祝福的话，讲生日快乐。更较重要，主今仔日的圣经每一句话拢甲生日有关系。你要亲自进入阮的中间，你所面面俱到的爱，要甲因三甲伫地。主啊，你甲因陪伴，互因有身心灵。主你特别祝福，伊的身心灵拢有主你所想说的平安喜乐。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你使阮祝福，好款待阮生日的兄弟姊妹，互因伫生命的每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拢会当定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找求你，甲主你有一个新的立约。因为你甲阮英文讲，这个约就是新约，是你用你的宝血所设立的。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甲咱补充报告，了后请师会来报告。咱即礼拜拜四暗伫志龙兄弟的厝内，咱有举行一个最后一个晚上的告别家庭礼拜志龙兄伊伫拜五的清早就要10点要伫厝里做即个入殓礼拜。咱拢会当，我嘛要拢会当参加，我嘛鼓励兄弟，咱来陪伴即个家庭求天父上帝，互咱的陪伴会当对即个家庭交做一个鼓励。拜四的永暗，伫志龙兄弟的家庭，伊的厝住伫这教会，咱出去直直行，右边你右转了直直行，100公尺伫迄个OK的边仔尔，咱那迄个所在停车较无方便，咱若有要参加即个家庭礼拜兄弟，咱会通
车来停喺教会，吼，安尼咱做伙用行来行过安尼吼。来，咱的请师会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87人，奉献6235块；主日二出席7人，奉献440块；祈祷会出席6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下早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下早9点暗时7点半伫线上。信港服侍下礼拜聚会请尤丽芬执事。领诗请刘玉成兄弟，抒情请陈美秀执事，书痕交代请刘宇生执事甲我本人，爱餐请郭依玲执事。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安尼来读。集体交通第一，下礼拜主日6月22，台湾女子神学院院长庄淑珍牧师率领学生35人来访，做伙敬拜。咱伫新生甲主的听之中欢迎。第二。本会张志仁兄弟安享主怀，6月20下早10点要伫主体举行日莲礼拜，随后火化。下晡3点要伫本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敬请主前代祷，愿信心安慰故人为主。第三，7月7号到11日，下晡1点半到5点，暑假儿童营，请代祷愿信心帮赞，互即个营会成做社区宣告。第四，7月12日，下早9点到12点半，守护天使相见欢，地点伫喜乐保育院。若要参加，请按我报名。第五，请咱为生日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出入会计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为新兴欠安中远庄连剧黄宏仁、洪基兴、曾彦昌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新心灵课业升学考试祈祷，新大学的惠安，新高中的有善如。第三，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于轩、玉明、艾琳、恩君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妇人、吉吉、德卡达亚。咱来迎上营信息第509首。俄乐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吟转首，临时线请曾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